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年3月的是台湾研究公司最美100报价数据业内，营业也爱买黑的哟。一礼拜嘅节目从其中亚体美农嘅记者曾分子制作嘅再见演上专题报道，带大家来回顾业内嘅历史，各项看下无业内嘅美农。台湾开始有人种业内系对日本书嘅喜事。1937年，美农家长林恩贵同伊好朋友林春义向下推广来种，可能在卖制图嘅保证驾驶数据，贵太村嘅美农人向下落成去种业内，种到千块家下有2000人公顷按发到，美农都会秋天寒天如贵太平，强悠悠嘅，故所有人讲美农系养上。2016年，财政部正式宣布唔会过数本土业内嘅。台南台湾寒天嘅日头底下，业农嘅心情改复杂，爱同业内讲再见。南台湾东下头日头同样天晒一定受暖，去年双十节前种下些业内差不多100日嚟，搭配有肉，看起来又闹。盲顿化不用紧的富人家，一定面头睇责任呢。睇人限度，人的烂米同鹽夾夾嘅野油，打造出地面農嘅養生文化。因為要野油啊、鹽啊，香港人冇做呢啊，而家做槍嘅呀，做同埋都用乜嘢貴死啲鹽咧，好槍啦。啊，個有種雅典的嘞，看看你嘛，做一做菜做，種雅典的啦，做토마토啦，家家做安尼食啦。哎呀，家家老人家嗰多錢人哪會做安尼食啊？香港人舒苦苦唔係啦，我做安尼惡做嘅東西啊。唔像你鹽哦，唔記得係咪安尼鬧安尼揾鹽多樣嘅？鹽多樣嘅。咁樣處理咯。不要貴嘢哦，用手水洗，碌家嘢含鹼分些也有嘅，個嘢你一水就會做老老啊嘢。你啊，一個你咩飲啊，你騙人講啊，你啊做大不完啊，哎，好苦哦，苦死你哦。这里放。我放下去的时候太黏了，我就这样。哎呀，快点忙！哦，富人家摘下來人呢，睇困咗一包一包以後，愛交幫南嘅人比上火柴。每種路上人呢，愛比一下失敗，安尼抄下來，再用嘅摘住嘅人，咪會減3分。咁又講啦，嘛係睇本有啲條樹啲嚟啦。有啲佢煮啲包啊，哎呀！而家包呢度公件啊？100差唔多。好。攰住下邊去請咯，下邊去查咗先，之後佢查咗咁樣腿啊，技師有保養，你冇保養咩？拿咗舊車腿啊，咁我創業其實下咗冇來一隻，起碼貴水木嘅，起碼咩都租件嘅，啲人咧別租件，哦，弄出暗烈啦，我係帶下。呢啲係選台 B 啊。他師傅冇法，槍唔得。有冇法槍？哎呀，拖樹拖唔贏嘅。而家冇砍嘅。冇拿筆。揸條線啊！你要一個呢？台灣由內統中人呢開始睇日治時期，1913年總督府技師從歐美考察歸到台灣以後。從一位皇室的人中睇花蓮的教鄉始終。1937年，美農的家長林仁貴同好朋友林春義，看到眾人呢天窗不賺錢，千山萬體美農推廣。
冇多3年，民农就幫台灣總督府第一座煙草工作起劃。就安尼80年來，一直有千多人睇民農種煙呢。我很識聽我阿爸講，伊從英國白到從初也係一個好朋友。伊當時都想從日本人嘅推廣啊那個煙草嗬，都引進來民農。煙草嘅收入嗬，都好差一個10年至3個月喎，需要不要問題嘅以後嗬，按那個收入包個問題，並且政府對那個煙草嘅價格嗬，有一定嘅保證價格。在1913年的時候，日本人就從他的本土引進黃色種煙葉來台灣試種。那隨後的捲煙的製作跟香煙的販賣都是透過專賣制度來執行。那台灣光復以後呢，那政府還是依照這個專賣制度來執行。所以你要種煙，你必須要獲得一個政府的一個許可。85歲林正聰數辦改好士頓托拉庫達，吸過為一期又一期嘅煙頭，同作煙保衛火柴開出了一條路。而喺林春義第6個來月，馬喺十兄弟地背還有睇種煙呢。米亞亞時節，伊就從帶兵去屯營上戰的大將軍，兩隊責任師傅睇煙田作戰，頭腦清楚、穩穩的指揮，確保為當日的行通一切順利。根據台灣研究公賣局嘅局址指出，1974年民農種煙的面積達到2235公頃，今年的煙田面積係種煙歷史上嘅最高峰。種煙的戶數有1791戶，佔係全台灣的1/4。煙上民農的名聲就安尼打出來。唔過到2017年，民農煙田將存到107公頃，也咪改變了過去大面積時期煙農鄉下搞工的種煙。行道的水面已經轉做16人組一班的責煙梯隊。咁樣安排人責嘅人啊，佢係咩？hem con trong tìm chắc con ấy nhìn thôi hem mày thu con à cái chuột chặt qua này kia chút gì mà gì tán này à dẫn đồ quất tài sản này à係吧？就係眼就無夠股啊！全部人都眼都搶管嘅，眼搶一管搶用水河，責管人都話你，眼搶點樣？眼想按多人咧嚇，我冇人夠股，多開管員都冇做，呢責係人嚟嘅，變咗貓人。啊，做乜會貓人啊？嗰冇人做嘅。用手嘅，全部用貓人。煙的雜毛田將糖到嗶嗶啵啵嘅責煙上，原本甜青的農村變得一陣發跳。唔過，人哋重建喺財政部宣布停止輸煙的以後，將會抹黑。面對大環境的改變，就算係像林正聰安尼煙田大將軍，嘛係千無格殺。唔係咩嚟嘅，唔係咩都收你係㗎啦，多路啊嗬，唔咩就好啊你係嚟。佢浪費，炒又好，飲又好，浪費啦嚇，冇法啦。但係管咪真係冇拉做嘅啦，冇拉做嚟管嘢，要咁樣啦嘛。而家還有大幫種煙嘅，要有錢啊，冇種煙就有錢啊。係如果種按多呢，種30年呢。冇種嘅都那是國務，你咩建議國務咩？種嘢都要播種咩？按照社種冇播種啊，咁樣啊。咁你解會想種冇呢？係如種就會種，冇好種嘅你冇法吧？政府唔讓你種嘅啊。煙葉會吸引人，就是因為它有固定，它不會像是種瓜啊、種那個菜啊那種。今天沒有台風吹了，沒有貨，它價錢很好。可是它這個是固定的，你懂嗎？你種越多，可能就是會有得賺。你種，現在我們政府就給你們控制到一點點而已了嘛，啊就根本沒有利潤啊！你種一點點沒有利潤啊！一分天要種一朵頭，價也更順好嘅。講也種得本多種，嚇啊！甚至我養會叫
吼，啊，个会调过程做饲养的饲料，迄价格全部都规划啊好好。所以睇情况底下吼，造成你讲过去的闽南农民吼，喺种业的当中，佮依赖价格的指头，甚至依赖价格的输价。吼，长期下来都造成一个农民的性格吼，都变讲大家都好稳定。好，但是呢，喺工作上呢，都佮依赖价格的资费。好，啊，你情况底下就造成俺哋所看到讲闽南农民个保守的性格啦。好，有时候会重一点，40多公斤都有了。才8岁8吧。做事做一起拜，再让师傅做入肚鸡业。也时节，盐田的调价嘛，准备好一桌青参菜的盐的饭，为下半场的奋斗来补充体力。汤啦，还有咸菜汤。哦，哎呀，个呢？嗯？那个嘛个呀？这个猪肉咩？哦。胡萝卜哦。要不呢？一边。胡萝卜。来哟。呀，看猪肉挺无力哦。加不下米哦，加不下猪肉啊。米哦，点米哦吧。菜有。你看哪个有空？當豬要3個嗎？係要推啦，我推有條卡。18位就會咁樣做事嘅，對一睇火柴行嘅人呢，一群一群愛辦到引流錢嘅無行，準備團結起來。睇環境唔係千好嘅農業時代，人呢獨起民農嘅農村經濟。1960年，一公頃面積成山嘅造園呢，年收入差唔多係46000元，這時節公務員人嘅平均年薪係26000元。到1976年，一公頃嘅造園呢收入係13萬元，也公務員人嘅年薪差唔多係78000元。按呢經濟效益，本人能有機會買田買地，穩定家庭，創造屬於民農嘅黃金人才。我冇錯啦，你睇就人呀，主要冇錯就人用產錢，過去民間農民啊，加個人咧，人咧供應過產。實在人攞人就用都蠻好啦，5年搞5萬人，台灣人咧好嘅，配住個石下，用咁人咧買都咁人，就叫做買無法嘅，人咧好。伊最初都來說的是有兩棟鹽寮，後來從事種鹽的過後，因為鹽那個水就比較穩定咯，伊個都記得都從2棟慢慢的擴張，最多是10棟啦，伊就把那個鹽草水入邊那個鹽哦，這個說的都他們講買土地價買，每人就話我而家買一級買，後來還是說這個以係都要買到10個級出來。當面親手看到暗藏人的日頭，連某個老人了就像日頭落山的風下，見奶奶看起來一定講實。可能馬地的也係最後一年傳人呢，用力同大門打開來，可以從天橋砸下來人呢。一個天秤買嚟咩？哦，買嚟都一邊解嘅夾嘅，哦，邊個計運意來，哦，運嚟要再貼解尺。啊，你叫我貼多層啊2層。哎呀！有人夾人呢，有人同人呢送嘢傳顏色，責任辦合作嘅人當然，唔是在講乜嘅，就地得下一步樣做。因為接下阿爸事業，林正常對民農種人呢條來面去據了解，而用1世年來看種人事業帶幫民農人呢好講經，嘛千萬古做到種人呢最後一年。也最尾一批嘅人呢送入去訓練室，林正常唔但係看到種人呢好講經就安尼結束。
自家将强水养嘅后上水业，嘛停到安尼过去地。